我叫做 Chris， 係一位80後嘅台北人，喺澳門經營住一間普普通通，但係又差唔多8年時間嘅台式鐵板燒。成日嚟鋪頭食嘅街坊朋友都叫我做施老闆。人哋話我間鋪頭做咗咁耐，喺澳門都已經有一定嘅名氣，實賺咗好多啦。我唔知道咩叫做名氣，我淨係知道呢8年嚟，我經歷咗好多磨難，有前股東帶走咗我嘅團隊成員，仲差啲連我嘅品牌都被變賣。之後又遇上咗2年嘅疫情，澳門市民嘅消費習慣改變，喺每一日工作10幾個鐘頭，諗咗唔知幾多個夜晚，失咗唔知幾多次眠，先撐到而家，行到而家。好多人都問我點解要咁努力咁堅持守住間鋪呢？因為我總會諗起當年第一次做鐵板燒嘅夢想。如果我日後可以開到自己嘅鋪頭，我一定要開一間台式原味嘅鐵板燒。疫情過後，所有事情慢慢好起上嚟，但係我依然會記住我自己嘅初心，對得住信任我嘅拍檔同埋中意我嘅客人。其實成功係冇咩特別嘅捷徑嘅，我只不過喺度守翻我應該要守嘅工作，做翻應該我要做嘅事情，一步一步繼續行落去就已經足夠啦。